大家好，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肠病毒。歹势，我有一点仔感冒，所以声音有淡薄仔烧声。毋过毋是肠病毒啦。肠病毒是一款囡仔定定会看到的一种病毒感染。到底这种病毒的感染是安怎呢？所以肠病毒是啥物？肠病毒其实是一类足侪款的病毒做伙叫做肠病毒。会叫做肠病毒，是为伊的英语名来的，伊的英语名叫做enterovirus。entero 的意思就是肠仔 ，virus 就是病毒，所以叫做肠病毒。有人讲肠仔病毒，这是一类哦，毋是干那一种病毒哦，伊有包括几啊10种的型。讲肠病毒，其实伊典型的症头，毋是胃肠的症头，大部分的症头甲感冒较相像，就是呼吸道，包括鼻仔、喙、喉这方面的症头。较严重的就是会感觉喉足痛，因为迄喉会破空。所以佮讲一摆，大部分是无胃肠的症头哦，有真济囡仔的家长来看到囡仔像讲吐啊、落屎的问讲，这敢是肠病毒？其实若是有胃肠的症头，较无像肠病毒的感染。好，肠病毒伊的分类啦，伊的分类其实伊是一种 RNA 病毒，嘛叫做血糖病毒。为什么会叫做肠病毒？就是这种病毒伊传染来咱的身躯顶以后是经过肠仔咧传染的。毋过罕有胃肠的症头。这款病毒伊的外口无外特膜，外特膜就是像一个鹿仔，这个鹿仔是较优质的物件组成的。若是有外特膜的病毒，你用酒精较歹会死。像这种肠病毒伊无外特膜的，你用酒精喷，酒精的洗手水，你喷一个，其实伊是歹袂死的哦。所以若是有人厝内的人怀疑是肠病毒的感染，你照顾伊了后，还是处理伊的像讲衫裤啊，还是讲摸过伊的喙啊，有捌着伊的喙烂，有清理伊的水鼻膏啊。要洗手的时阵，干那用酒精是袂用得哦，你一定要用杀蚊来洗手，才有法度甲这种病毒杀死。伊传播的方式是安怎？就是伊有几啊种，伊会为烂手传染，就是为伊的喙烂、鼻膏、鼻水啊这边的传染，会接触传染。接触是接触着倒位，就是有的人得着肠病毒，伊的身躯顶有一寡水泡，这水泡内底有水，这种水内底嘛有病毒，所以接触着水泡内底病毒，会得着肠病毒。过来就是粪口传染，粪口传染，这个粪就是屎的意思啦，就是屎到喙，所以叫做粪口传染。粪口传染的意思就是讲，因为这种肠仔病毒伊是伫为咱的身躯顶肠仔侵入咱的身躯，所以伊会伫咱的肠仔内底。虽然讲无胃肠的症头，毋过咱的屎内底会有肠病毒这种物件，所以若是有人处理像讲切尻川切了，无洗手洗互清气，搁去摕食物仔，这食物仔就会互屎内底病毒污染着。若是有别人摕着迄种食物仔，会互肠病毒传染。而且若共款得着肠病毒，伊伫屎内底时间会比伫喙烂内底时间搁较久，可能会到几啊礼拜以上，所以这嘛是爱注意。潜伏期就是
接触到这种病毒，互人传染着，枕头啊未有症头，一直到有症头的这个期间有偌久，差不多就是3天到6天。典型的症头就像倒边的相片，典型的症头有几啊款，第一种叫做肠病毒的咽头炎，这个英语叫做 herpesangina， 中语叫做疱疹性咽峡炎啦。正常较无人甲这翻译做台语，其实这中语的翻译无介准确，因为这种咽头炎啊，伊毋是伊甲疱疹就是若是英语叫做herpes simplex，herpes simplex 的甲肠病毒完全无关系。伊其实是肠病毒造成的，所以我甲伊翻译做肠病毒的咽头炎。这种病吼，哪会足疼？因为咱看到倒边的相片，就是伊的咽头啊，就有足侪破空。这种破空其实就是病毒造成的，会出现枕头啊是水泡，过来破去变做溃疡，所以囡仔哪会疼，无愿意食物件，会疼甲毋敢吞喙瘾，一直流喙瘾拢有。大人虽然得到肠病毒，症头会较轻可，毋过要是有人会有这款症头，会喙破足疼的。通常这款典型的症头就是咽头炎啊，伊拢是伫较后壁的那后，就是伫咽头的所在。较头前就是讲像讲喙皮啊、喙唇啊，就较无破空。通常发烧是1天到3天，溃疡爱完全爱1礼拜左右。另外一款典型的症头，伊叫做手骹喙病，手骹喙病。为什么安尼叫？就是伊的英语就叫做 hand, foot and mouth disease。hand, foot and mouth 三个所在就是手、骹甲喙。伊的中语嘛叫做手足口病。就这三个所在。为什么这三个所在？就是咱看倒边的相片，就是伊的手、骹甲喙拢会有生水泡、细粒水泡，破去就变做溃疡。有生水有生水泡的所在，尤其是喙，拢会疼。伊伫喙内的水泡就毋单只是咽头，毋是敢若伫后壁的所在，头前就是像讲喙齿啊、喙唇啊，甚至是喙的边啊、喙角拢会有水泡。所以通常会搁较疼。发烧嘛是头1天到3天，溃疡甲水泡嘛要1礼拜的时间才会完全。有的人这水泡毋是敢若伫手甲骹尔，会生甲骹头尾啊，还是尻川，其他的所在拢嘛会有。这就甲无共款的病毒型有关系。有的病毒型较敢若伫手甲骹，有的会生甲其他的所在去。好，咱上惊的就是肠病毒的重症。重症其实讲有几啊款。上严重的重症就是肠病毒的心肌重症。心肌重症就是会互心衰竭，气就是会互人喘袂过。会造成心肌重症的病毒型上低就是叫做肠病毒的 A71型，嘛较简单讲就是叫做肠病毒的71型上低。这种病毒伊会侵入脑干，脑干就是咱脑有3个部分，大脑、小脑甲脑干。脑干是控制咱生命上重要的一个器官，像讲控制咱爱喘气啊，这种功能心跳跳偌紧一部分是脑干咧控制，所以若是病毒走来脑干，破坏咱的脑干，互脑干发炎，就是叫做脑干脑炎。安尼就有足严重的症头。虽然讲这个机会是无悬，得到肠病毒71型，少过
1/1000的机会在真正得到脑干脑炎。啊，毋过一旦得到，死亡率是真悬，尤其是2岁以下的细汉囡仔会较侪，所以年纪愈细汉爱愈斟酌注意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疾病管制所，就有提醒咱讲，爱注意，若得到肠病毒，爱注意动静的4大头先症头。这4大就是倒4大，就是直直困袂精神，筋肉咧抖，这种抖，是若像婴仔着惊的动作，惊一条为困眠当中醒起来这种感觉。啊，毋过一般的婴仔也是细汉囡仔，伫咧困眠的当中，着一半摆会安尼，这是正常的。真正伤济，发生伤济摆是讲超伫10点钟，若是发生超过大约10届，还是讲伫5分钟以内，你徛伫个边仔看5分钟以内，就发生几啊届，安尼就是爱怀疑有问题。啊，搁一个就是喘气，还是心跳的速度伤紧，直直吐，这嘛爱怀疑伊有动静的头先症头。啊，上严重的就是心肌衰竭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有人啊，心跳伤紧，喘气喘袂过，喘气的速度伤紧，啊，一直喘，一直喘，啊，人就忝的袂精神。啊，当然，若是有注意到有这4大头先症头有怀疑肠病毒的心肌动静，当然就爱送病院，互医生评估。好，过来，这个病啊，其实足出名，叫做小儿麻痹，嘛叫做小儿麻痹，这两个音拢对。啊，买单叫做急性机体麻痹。小儿麻痹啊，其实以前伫台湾，毋但台湾啊，伊伫全世界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议题，因为吼，那这种小儿麻痹病毒啊，嘛是肠病毒的一种。对这种病毒啊，伊会互咱脑还是讲中骨髓的一部分咧发炎，尤其是中骨髓的灰质。灰质是咱中骨髓内底咧控制机体振动的一个区域。这个所在若是发炎死去，会互咱骹手的一部分变做麻痹去。啊，麻痹去就袂振动啊，袂振动久啊就揪去，伊嘛拢会揪去，所以就若像正面相片迄个人共款，就讲伊就是正骹，伫伊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得到这种小儿麻痹的病毒，所以伊骹就无力啊，较无法度振动就揪去，所以这对人，咱一般的人一世人的影响是足大的。好佳在为几啊10年以前就发明小儿麻痹的预防针。这预防针有2种，一种是口服的，就是用食的。这种口服预防针伊是活性的，就是讲这个病毒是活的，啊，毋过有甲这种病毒处理过，互伊较无遐尼毒。毋过也是有足罕的有感染的可能性。另外一种是用注射的，注射是死的病毒，啊，这是完全无感染的可能性。啊，其实伫较久以前啊，还是我即下较细汉的时阵，拢是食口服的，就是活性的小儿麻痹预防针。为虾米是用这种？第一是讲用食会较简单啦，伊毋免注射。第二是讲，咱拄则有讲过啊，这种肠病毒其实伊会伫咱的身躯顶，伫咱的肠仔内底，伫咱的肠仔，你若是去屎放出去，这屎的内底嘛会有肠病毒，小儿麻痹嘛是一种肠病毒。
若是有人食到即种预防射，伊的屎内底嘛有预防射的病毒，因为是活的，所以即种病毒应该讲预防射的病毒株嘛会相活，活着别人，就若像是别人嘛食着小儿麻痹的预防射共款，所以伊会有一种对规个群体、规帮人拢做伙有受到即个预防射的好处，毋过等即个社会得小儿麻痹的人愈来愈少，近来啊，咱的公费的预防射就为用食的，就是用口服的，换做用注射的，就是为着避免有迄一点点啊感染着预防射的病毒株的可能性，所以即马咱囡仔咧注射的时阵，拢是注死的即种小儿麻痹的预防射。到今小儿麻痹已经伫台湾断根啦，所以台湾已经无啊。毋过伫即个世界还是有几个所在有，咱会当看正平的地图，正平顶悬1988年的时阵啊，规世界还是有真济所在有小儿麻痹。你看超规个亚洲啊、非洲、中美洲、南美洲，拢还是小儿麻痹的流行区。到2020年，即个世界流行区敢若剩阿富汗甲巴基斯坦即两个国家尔，所以其实即种病毒是用预防射控制最成功的一种病毒。毋知影若是过10年啊，是20年，有法度真正互即种病毒伫全世界拢断根无？得着肠病毒，嘛是咱的烦恼有其他的并发症，这并发症就包括心肌炎，有人讲心肌炎，嘛有人讲心筋炎，还是讲心包膜炎，这是影响着心脏。过来就是脑膜炎，脑膜炎就是影响着脑，过来就是腰鞘炎，会影响着腰鞘。好，咱要安怎知影得着肠病毒呢？上重要的其实甲所有的病拢共款，上重要要是爱知影讲到底伊的症头是啥物，佮伊的接触史。症头就是有典型的症头无啊，像讲喙啊、咽喉有溃疡啊、破空、手啊、骹有水泡无，佮有接触着身躯边有人有共款的症头无，有人有怀疑有肠病毒无。若是要做检验就是咱会验就是爱真正验着病毒。即马金标准就是敢若有 PCR 啦，至少阮病院即马是无即种快筛，就是爱验 PCR。肠病毒的 PCR，嘛有肠病毒70以上的 PCR。毋过大部分若是有典型的症头，也是有接触史，看症头嘛成，一般是无需要逐个人拢爱去验 PCR，因为你验出来可能嘛是几啊工以后，对治疗症头嘛无帮助，所以大部分人是毋免验。若真正要验是会当验咽喉，无就是尻川口，即两个所在，因为病毒是即两个所在会较济。好，讲到肠病毒的治疗，讲实在啊，治疗即种病毒，无啥物特别的药啊，甲流感无啥物共，甲流感无共款，因为流感咱有克流感会用食，毋过肠病毒无，所以大部分拢是支持性治疗，意思就是讲，咱看到真侪囡仔因为得着肠病毒，然会疼，一直流喙烂，毋敢食物件，所以会身躯顶的水分流失较济，所以咱爱甲因止疼，互因退烧，感觉较爽快，因较愿意食物件，搁爱补充水分甲盐分。咽喉伤疼要安怎呢？就是
咱会甲因建议讲，即个时阵啊，食较凉的、冰的、较软的，安尼因较食会落，甚至讲你要食食冰淇淋嘛是会使，因为即种物件就是冰凉的、较软的，佮甜，佮有热量，伫即个时阵，补充营养是上好。对，一般的时阵莫食伤济，啊，毋过破病的时阵，伊就是需要营养，所以你互伊食冰淇淋，其实嘛无要紧，就算讲伊咧发烧嘛无要紧。好，啊，第二罐就是退烧药啦，退烧药有几啊种，啊，过来就是一寡补盐水，就是伊内底有水分有盐分，真正身躯咧欠水、缺水的时阵啊，就是爱食一寡除了食一寡物件嘛，爱补充水分上好是内底有一寡盐分的物件。好啊，真正无法度食物件的人啊，爱就爱吊大肠，爱嘛是补充一寡水分甲盐分，为静脉注射入去吊大肠。好啊，若真正得着肠病毒的重症，重症咱会注一款药啊，这款药啊，叫做免疫球2倍，免疫球2倍是为咱关血的迄血内底去做一寡处理啊，甲真侪人血内底即种免疫球啊，免疫球2倍做一种药啊，那伊的用语简称叫做 IVIG。这款药啊效果是啥物？就是要治疗过度的发炎反应，因为这款病毒伊会互咱身躯发炎最严重的破坏咱的像讲心脏啊，还是脑，那所以但真正有肠病毒的重症，就是爱注这款免疫球2倍。好，好佳在啊，即马咱嘛有肠病毒的预防针，像讲咱病院，大病院是为旧年底开始做的。肠病毒的预防针，毋过咱看倒面相片哦，咱伫头一张投影片嘛有讲啊，肠病毒是一类的病毒，伊毋是敢若一种，所以这肠病毒的预防针是为着肠病毒的71型的预防针哦。伊毋是对所有的肠病毒嘛，毋是保证讲我注过肠病毒的预防针，我就袂着所有的肠病毒，毋是安尼，绝对毋是安尼。为虾米爱针对肠病毒的71型？就是因为肠病毒的71型，伊造成肠病毒心血重症的机会是上悬的。这种预防针伊是非活性的，就是死的预防针，所以注这种预防针毋免烦恼讲，伊有啥物严重的副作用，伊就甲一般咱注射像讲啥物鼻腔肝炎啊，迄种预防针拢差不多，甲正常囡仔时阵较细汉时阵公费的预防针无差偌济，发烧的机会嘛拢差不多。毋过就是敢若针对肠病毒的71型，毋过即种型嘛是上严重的，若是得着1/1000的机会会得着脑干、脑炎，有神经系统的并发症。注射的年纪是2个月以上到6岁以下，因为即个年纪上惊若得着肠病毒的71型的发生严重的重症。较慢就是伊的效果会挡偌久，基本上因为发明即种预防针到即马也未讲足久，毋过照即马临床试验看起来，至少会有5年以上，身躯顶拢会有对抗病毒的抗体。即马国内啊，即2种预防针拢是台湾家己发明的。有2个牌子，一个是高端，一个是国光。高端的预防针，伊有真正去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。这个试验一部分是伫越南，一部分伫台湾做的，有做过第3期。第3期的意思是啥物？第3期临床试验意思就是讲要真正收一寡病人，这寡病人一部分人是注预防针，一部分人是注毋是预防针的物件，可能是生理实验水。毋过
这两组的人拢唔知影，照顾因的医护人员嘛，唔知影因到底是做啥物，啊过一阵仔以后，才来比较讲，真正注着预防针的人，甲无注着预防针的人，这两组因得着长病毒70以上，到底有差无？重症的比例有偌济？啊，照结果看起来，有注过长病毒70以上预防针的人，拢无人得着长病毒70以上。啊，另外一个牌子是国光，国光伊发明这种预防针以后，伊通过的是透过免疫交接的比较。啥物叫做免疫交接？免疫交接的意思就是比较抗体的量，抗体就是讲咱的血内底有一寡对抗病毒的抗体，这种抗体若是量有够，真正对这病毒有反应的，准算讲伊应该是有效果。啊，当然你若是真正想要比较，这两种试验的效果，一种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，这是伫人的身躯顶做的；另外一种就是免疫交接的比较，这就是抽血用血去做比较，毋是讲真正去看伊有对着无。这两种的效率当然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较准。毋过这两种拢是国内有核准会当使用的长病毒70以上的预防针。好，针对长病毒，咱总讲一句啦，这嘛是一种病毒，所以若是无想要互人卫着，就是爱较注意个人的卫生，爱接洗手。但是有破病吼，爱挂喙掩啊，请家己厝休困。即马的规定，若是伫学校共班，有2个人着长病毒，规班着爱休困，爱放假放1礼拜。这嘛是为着避免讲迄规班加群做伙，有真侪人拢着长病毒。所以一个人若是着长病毒，嘛是爱伫厝休困1礼拜啦。好，6岁以下若是有法度，就爱注意预防针。当然这种预防针即马是自费的预防针啦，所以若是会使愿意注，是建议大家去注射。当然这是对重症的长病毒的70以上，毋是对所有的长病毒拢有效果哦。期待嘛袂用伤悬，毋是这是为着避免重症。好，今日咧讲长病毒，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